哎呦，哎呀，这孩子怎么回事啊？那么没礼貌！快，给叔叔阿姨赔礼道歉，敬杯酒。不，喝酒显得有诚意。国酒靠谱。叔叔阿姨，我干了啊，你们随意啊。多吃点啊！你说说，这么多年还是没变，还爱吃红烧肉。不胖才能吃。怎么了？这是江总，他喝不了酒，他可能喝醉了。国酒应该没度数吧？彤彤，快送你哥去房间去。哦，好好好，陆离，帮我一下。真是。走，慢点。哎呦，行。江总监，你来帮我一下。哦，来了来了。怎么是你啊？不会吧，又来？你今天真好看，我好想咬一口。你明天清醒了会后悔的。我不会后悔。快点把他拉开！干什么呢？这是？这傻孩子干嘛呢你？太不要脸了！干什么呢？这个怎么了？这是啊？没事什么呢？不是你，哎，爸爸，是他不小心绊倒了才压倒的我。别说了，闭嘴！哎呀，年轻人情投意合，你情我愿的，亲近一下也很正常。不是陈阿姨，您误会了，不是这样的。小丽，你应该知道的，阿姨我真的很喜欢你的。饭吃的差不多了，回家。哎，彩霞，等等，既然今天大家都在，那咱们就商量商量。商量什么？当然是小黎跟我们家奕成的婚事啊。